幾個台車咪忍㗎，停得幾好笑，好幾日嚟嘅喎。誒，好熟悉嘅那台車咪係我嘅，好得車門邊嘅人馬見有跳有白紙嚟嘅。今日終於係好天氣咧，上幾日一直落雨，所以好幾日冇做過工咧。依家係早上嘅6點幾鐘，尋晚就收到叫車嘅老闆，叫我今日去北界裏幫佢打台班，所以依家一齊做啲伙食啫，食一份溫熱特色嘅早餐，撈粉。依家又到咗我熟悉嘅工作崗位上，準備出發，撈起世界。停咗好幾日嚟喎，不過還好，車門邊咪見貼有紙嘅，已經省去200蚊啦。再睇睇裏邊乜嘢環境咯。該要做嘅工作還是要做到位，呢啲工咪慳得噶。要車一周，停到敲到乒乒乓啷就得咧。嗱，呢度有枚螺絲，應該就未插入去嘅，要撬出嚟先得。呢度就係西江墟啊，前邊就係西江中學。未來之前呢，就已經知道嗰啲工地嗰啲路係非常之惡劣，非常之難近嚟嘅。所以講在出發之前呢，就已經攞工地溝通好，在運輸過程中有任何乜嘢問題，包括車輛損壞、貨物損壞等等情況，都係全程由佢工地負責嘅，錄好視頻1122先再來幫佢拉嘅。全程從領腳開始係俾鏟車一路拉上到山頂，然之後卸一貨，由得山頂俾鏟車一路帶落到領腳，經過一波攔截，種種困難，整得噶伙計。唉，整得遍體鱗傷，方向冷輪胎，整開隻，然之後幾個邊保險槓又做開，車門整到咁嘅樣，難搞喎，搞呢啲嘢喎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麼容易喎。第一日呢就同佢係計台班嘅，第二日呢就拉到2車貨，啲貨就比較輕啊。後尾第2日佢就講我拉嗰啲大麥啊，嗰啲超長超高嘅貨就20幾噸重啊。我就講計台班呢我就唔撈你做咧，一係就計車數，最開始我咪係撈2000蚊嘢車，佢講有啲貴哇，後尾我就講1800，最終呢就貴係1800蚊啫。計台班呢就做多1日，然之後計車數就拉咗3車，2日時間就加賠償，就一起得10600蚊啫，係馬撈到乜嘢錢啊？8點鐘都未食飯，正好回到老娘老婆幾積極整飯菜我食啦，幾好咯，謝謝你們喎。應該的，你也辛苦啦。準備開飯。